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 VTuber 葵鼠太郎，今日同大家抽薑餅人王國新出嘅餅乾雪落餅乾。其實雪落餅乾都已經出咗一段時間，唔知大家有冇抽到呢？我哋首先睇一睇佢嘅機率係有幾多先啊。機率雖然淨係得0.424%咧，不過會有個保底機制，每25抽最少會俾一盞燈籠你。當集齊8盞燈籠咧，佢就會俾個保底機會你嘅，即係200抽就可以確保得到一隻啦。希望今日100抽可以抽到俾大家睇啦，如果唔係就要拍多一條片啦。事不宜遲啦，會唔會一發一穩呢？係就唔會咁簡單嘅。大家平時抽蛋嗰陣呢，會唔會撳右上角嘅 skip 掣啊？因為我係個會撳嘅人啦，我唔會想睇佢嘅過場動畫要等咁耐。不過今次拍片嘅關係呢，咁我就會忍耐一下，享受呢個抽蛋嘅緊張刺激嘅感覺。呢首 BGM 呢，勁安眠，如果佢哋瞓唔着嘅話呢，可以一度聽住一度抽蛋。不過其實呢個遊戲都係一隻佛心遊戲嚟嘅，只要你每日做齊晒啲任務呢，最後都會夠素材拎到個保底嘅，所以大家唔使咁擔心。僕の足跡は雪の花になって舞い落ちるんだ。見て、初雪だ。耶！估唔到咁快就可以抽中到，以為要拎保底添。最後就係抽咗9次，即係45抽就抽中咗個雪落餅乾啦。咁我哋睇一睇佢嘅資料先啊。永遠に湧き上がる火花の湖にも誰か住んでいた。佢嘅技能呢，其實我都唔係幾清楚佢勁唔勁，因為我唔係一個攻略型嘅玩家啦，所以要你想知佢勁唔勁嘅話，可以揾下其他攻略網站啦。睇完可以話埋俾我知，我就係覺得啲餅乾好可愛，所以先想抽齊晒佢哋。我唔記得咗係咪已經抽咗100抽，應該都有噶啦。最後100抽嘅結果就係抽中咗2隻雪落餅乾嘅，耶！祝你哋都可以快啲抽中啦。如果抽中咗嘅大家或者未抽中嘅大家呢，都可以喺留言區度同我講你嘅結果係點樣嘅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可以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 channel 同埋 follow IG 同 Facebook 取得更加多嘅資料嘅。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どんな出会いがあるかしら。癒しのメロディーを演奏しましょう。